上帝嘅真身啊，即係神本身真正嘅形象咧，人係永遠睇唔到嘅啊。咁啊，原因咧可能係第一啊，佢本來就係冇形象嘅。咁啊，佛家嘅《金剛經》都有咁講啦嚇，佢話有形就終不大，無相就乃為真咁啊。即係有形象咧，終究就唔係大啊；冇相貌咧，就咁先至叫係真咁。咁啊係啊，咁啊冇形象嘅，咁你又睇乜鬼咧？咁啊，第二咧咁佢係可能會係有形象，但係咧就大到你係睇唔到嘅咁。咁啊嗱，好似咧係老子嘅《道德經》都有咁講啦。咁啊，佢話大象就無形啊。佢話最大嘅物象咧就係沒有形象。沒有形象嘅意思咧就係話咧，佢大到你睇唔晒啊。咁你又點樣睇到佢嘅形狀咧？咁講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如果有人咧去青山行山嘅時候咧，佢同你講話，喂，佢見到上帝喎，咁咁可能係上帝嘅化身啦。不過最大可能咧就係佢行得回個頭咧，瞓着咗都唔知喺度發白日夢咋。